甲骨释文第2集，来看简单的即字处，将耳将手，即个手是正手，即字的本意攻击性有强无？将耳将手，意思就是杀敌之后用正手取敌人的耳仔。二安尼的解说有出乎你的意料之外无？为字形来看，确实安尼无毋对，是吧？补充顶一集老高无讲到的重点中的重点，即字又鼻音读高，高是你的高，说文解字讲是手呀，手就写手啊，为何搁写即字呢？有啥物重点漏交呢？来看甲骨释文，右就是右手，就是正手。以现代话讲，就是惯用术，就是当咧做代志的手啦。手背加一个弧形，就是现在进行式哦，也就是即字的发音。所以手是名词，高是手的动词或者是形容词。即字娶某的娶，暴力性有强无？有哦，将厝嘛。古早有抢亲的文化，安尼就袂感觉奇怪啊吧？现代就有现代人对即字的新看法，造字道理是安尼，无错吧？即三字带车字边的用字，为何拢是负面用语？因为车的甲骨文安尼写，一个女人头鬃被人用手鬃着，有幸福无？有凄惨无？古早的文化是安尼理解，有人解说车是洗头鬃的女人啦。那安尼凄惨的凄如何解说呢？处将右手搁如何解说呢？搁来补充一个和拄有关系字，用牛角拄来拄去，台语讲搭，安尼写。说文解字讲即字是触呀，文册音的文同音就讲地触。教育部呢直接叫人即字触乱读做搭，中角输声，毋知因要如何解说。搭写即字也可异同。拄有一点拄伫地面，三足鼎立，骹一定拄伫地面，三骹拄就是三足鼎立，安尼写。写木字边的拄也可。一点的拄有两种，有拄伫地面的，第二种拄伫顶悬的。这点就是代表拄顶悬，拄厝尾顶，就安尼写。开是毋是大家拢安尼写？放大来看清楚，比对小团体安尼写，重点伫遮，爱分开啊，分开门才有法度开啊。来看甲骨释文的解说，开将一将迥。意思是双手合一，迥呀，恭敬呀。肩顶面的一已经分做两节，同时迥手也、离手也，代表两者之间产生怪力摩擦不共等行为。拧是指细末石头分裂，是摩擦分开的动作，爱分开无？开尸体无分开，毋对；立尸体有分开，安尼写才对。即字言无分开，爱照正字通写的才对，是指骹伫地上摩擦。水面名主讲的是由人、义、礼、智、信淬炼而来。进前我用即字当作台语讲的水，并无适当解释即字。
即个上大甲骨文安尼写，甲骨释文安尼解说，画成一株随风的花蕊，因随水色也。周代金文变成安尼写，到了周代金文演化成一只成色的羊，因马为也。所以即个鼻音水，文音马或者是米。小小练台语安怎讲？见笑。说文解字就讲啊，即个见将面将见异声，为何即摆人拢读面呢？未见笑，就这三字，三字共字连词zan开的模样。甲骨先生的判断，编撰康熙字典的学者并无闽南人，无未见笑是接用字啊，哪会毋捌这几字呢？这就是事证之一。我讲吼，甲骨先生若早出世300年，康熙字典应该有无共款的面貌。有人想要对教育部见笑安尼写无？搁加一个否定式的未安尼写，到底有见笑还是无呢？要如何教学生囡仔什么是负得正呢？即个修，咱来学即个的鼻音、文音是如何演变出来。甲骨文安尼写，金文安尼写，安尼就看出来鼻音读笑，文音读秀，见笑啦。我看袂出来呢。好佳在有甲骨释文的解说。我若有整理无拄好的，请以甲骨释文为标准。即个将花将柳，美丽花头牛来藏。花开落水水啊，就是秀；箭头就是甲花头藏的意思。柳就是扭，数字夭折的意思。读音并受夭折音笑，或者是受抽切音受，也就是即个笑的意思。甲美丽花蕊记为己有，毋就是母体吗？就是见笑啊。笑上面的花到了周朝的金文变成羊仔，柳变成鸟，意思以手刣羊仔，变成美秀佳肴的本义，读音修。临时教育部写四修啊，咱安尼写，即个是意思为细小小名之意，所以平民小吃嘛可以写四修啊。这几字台语安怎读？喷、噗、批、险、飘、青、裸。牛挣脱逃走，喷；兔仔跳脱，噗一个；草蜢仔人加工，噗跳，嘛即个噗。一阵马奔蹄，就讲批。现代人无批马，现代人批车。臭牛险就是羊献味，即字嘛会使读险，赶游群之意。险人来，嘛有人安尼闹人来。飞犬之风声，飘一个无看到人影，读标也可。鱼仔新鲜，就讲青。来练习一下即字的拼音。青有一个拼音声母，青，是毋是真简单？用罗马拼音先去掉拼音，再加上藏毋着位的拼音，安尼清气的清，亲情的亲，有善电恩的亲，
就袂搞不清楚啊。即字嘛会使读青鱼仔青熟。上尾字裸，字典教讲即字音义同粗，若是安尼，为何写落字旁呢？意思是粗无毋对，台语有一个共义连词粗鲁，台语文是毋是真文雅？搁来更正一字，车烧弄，进前我写即字形声字硬斗的，无适当。三只鹿仔即字嘛会使读弄，鹿仔惊窜就是弄，鹿仔着青惊四界弄。庄脚同学因兜门无关，直接弄入去。即集讲到的甲骨文，车子的车，鼻音的水，文音的米，未见笑的笑，后来演变做四修仔的修。最后问一个问题，即字甲“猪”有关系无？字确实安尼写啊，我是从来毋捌想过即字含猪的关系啦。你有想过无？后一集来听甲骨先生如何解破。闽南语是啥也好，毋是啥也好，每一字的每一笔画，一字一字中心来学，这才是正经的代志，是无？对甲骨先生学汉字，字画起来有无？教学上长，甲骨先生伫留言区教的，我一字一字学，做成视频，互大家较好吸收。这是我的做法甲简单的想法。